有兩名國小拄畢業的13歲少女，前幾天呢，因小招去到台中的一中商款踅街的時陣，這美容院的店員呢，一開始是邀請因來寫問卷，甲因誘入去店內，想要教唆來甲因強迫推銷，甚至甲因的手抹這面油了後，斷去煞出現過敏的問題。其中有一個人付100塊定金，店家才放因離開。家長知影了後呢，就去報警察。也那律師是講呢，店員的這款行為已經牽涉到強制罪，而且是未成年的囡仔，罪行可能就會入黨。小女早拄仔入來店內，店員就把伊手扭起來，抹保養品做產品介紹。我看看，它是很舒服淡淡的味道嗎？小女拄到這種推銷方式，驚甲唔知要安怎。這個月初到兩個敢若13歲，國小拄仔畢業的少女，趁曉熱小約去踅一中街，經過這間美容店，煞去予人用寫問卷的名義帶入去店內，那予人強抹保養品，佮推銷產品，予兩個人感受真大壓力，甚至佮予因包圍，要求強制消費。他就沒經過我同意，我還來不及拒絕，他就把我的手直接塗上去。我很堅持不要付錢。後面他的臉就有點不高興，我說再考慮看看，他一直拉着我的手問我說再考慮什麼東西，然後為什麼不要買什麼的，然後他還有問我身上就是有沒有900塊。互抹保養品的少女轉厝了後，手煞出現紅腫過敏，心內嘛驚驚，家長已經報警，對店家提出強制甲傷害告訴。實際來這間美容店店員是講，案件已經進入司法庭事，無方便做回應。來台中市消保官甲食安處嘛隨上門進行聯合稽查。類似消費爭議進程原來發生，佇豐原廟東商圈的醫務公司，因為安尼扣市政府大消費精神。我會能趕快離開就離開。這是一個行銷策略嘛，所以大家都知道。這間商店今年已經予人申訴4件，其中2件鐵案，另外2件移轉予衛生局，照相關法規處理。台中市法制局是講，這種的訪問交易，消費者佇7天內攏會當無條件解除契約，因為受害少女攏是未成年，家長依法會當要求解除契約，佮退還錢額。記者採訪報道。